唔通呢個就係雨季嘅巴厘島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而家喺機場，而家係香港時間凌晨12點，咁啊準備咧香港出發飛去印尼嘅巴厘，展開我1個月嘅旅居生活。我係乘坐香港航空凌晨1點55分嘅班次，到埗會係當地時間朝早7點鐘，啱啱到埗，人生路不熟，所以我已經提前預約咗民宿嘅機場接送服務。等我揾一揾司機喺邊先，順利上車。第一日嘅目的地係烏布。烏布係以歷史古蹟同埋而家聯繫課程最著名。由機場出發大約1個半鐘車程，途中都拜託司機幫我揾電信商，因為喺香港或者喺機場買嘅 SIM 卡會比市中心貴30%左右。買咗 Telkom 石油23G 嘅流量卡，30萬印尼盾，大約84蚊港紙。嚟到今日嘅住宿 Epic House Ubud， 外表好有濃郁嘅印尼傳統特色，前邊係屋主大家族自住嘅地方。後邊先係租出嚟嘅旅館，旅館係上年先翻新，所以非常之新淨同埋企理。一共得4個獨立單位，所以一屋難求。上到嚟2樓，風景都好唔錯，除咗景觀開揚，仲可以望到統一而有特色嘅屋頂磚下。坐喺露台，簡直令人心曠神怡。可惜啊，冇幾耐就天降暴雨。不過好彩，佢持續降雨嘅時間唔會好長，而且大部分降雨都集中喺下晝。所以接落嚟嘅行程，我都會把握朝早嘅時間去遊覽。